而家揾工都好難咯。比較差咯，即係澳門街而家淨係嗰個政府工，一係賭場，一係政府工啦，其他嘅比較少選擇咯。尤其一啲大學生畢咗業出嚟揾工作咧，都唔簡單咯，因為尤其一啲可能係自己比較專科少少嘅一啲學科畢業出嚟咧，都未必揾到佢哋相應嘅行業嘅工作咯。我覺得都可以嘅，因為始終由政府牽頭嚟講咧，對於市民大眾啦，或者啱啱出嚟嘅畢業生嚟講，都係一個可受信用嘅一個平台啦。咁都可以幫助到一啲比較迷茫嘅年青人啦，或者係一啲嘅失業人士。難咯，因為個問題係崗位嘅問題，唔係話個人嘅問題。你冇嗰個崗位俾人哋選擇嘅話，你點樣培訓人都冇用嘅。有啲高中生或者係學歷比較差啲嘅出嚟，你想佢哋做乜嘢咧？冇嘢做嘅，其實佢哋好慘嘅，個個都出去送外賣嘅。你喺成條街全部都係後生仔喺度送外賣。最近咧，特區政府咧提出咧建立綜合性嘅職業培訓平台呢一個嘅構想啦。咁呢個平台咧係會由政府主導啦，結合高校啦、企業啦同埋社團嘅資源，提供一啲嘅訂單式嘅培訓啦。目標係讓到咧居民咧通過咧適切嘅一啲嘅培訓之後咧，能夠直接上崗，解決咧佢哋喺轉職啦同埋向上流動嘅一啲嘅問題咧。咁目前咧係我哋澳門嘅經濟咧正喺進入咗適度多元發展嘅轉型嘅階段嘅。咁但係結構性失業嘅問題咧係比較突出嘅。咁最新嘅一啲嘅數字顯示咧，我哋本地居民嘅失業率咧亦都微升到去2.5%。咁同博彩業同埋建築業相關嘅就業人員咧，亦都係有所減少。咁而零售業咧，暫時嚟講有所輕微嘅增加啦。咁但係可以睇到咧，整個嘅勞動市場咧，亦都係進入喺調整嘅階段。而且咧就係話我哋唔少嘅居民啦，尤其係應屆畢業生啦，同埋中年嘅人士咧，其實而家仍然咧係面臨咧專業唔對口啊，亦都喺尋找工作上面咧遇到好多嘅困難同埋挑戰。我認為咧呢一個嘅培訓平台咧，亦都能夠咧發揮到一定嘅作用。咁但係整個喺我哋就業嘅配對呢一個嘅環節上面咧，亦都需要建立更加完善事前咧、事中咧、事後嘅一個嘅機制。事前，譬如我哋需要分析整個嘅市場嘅需求啦，規劃針對性嘅一啲嘅課程啦。咁事中亦都要監管課程嘅一啲嘅培訓嘅質量啊，確保就係話包括培訓人員嘅一啲嘅參與率啦。咁事後就係追蹤整個就業配對嘅一個嘅成效。咁避免就係配對完之後咧，咁我哋相關嘅一啲嘅學員咧，都未能夠揾到合適嘅工作。政府嘅一個嘅職業培訓平台咧，如果真正能夠串聯我哋喺人才培養、職業培訓同埋就業配對各個嘅環節嘅話咧，我相信咧亦都能夠咧幫助到我哋居民咧，能夠更快咁樣去揾到合適嘅工作，讓到大家咧一齊努力推動咧我哋澳門嘅人才發展。